较好听无？较好听一丝啦。讲啥物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讲啥物？我亲像古早的西施。讲啥物？你爱我千千万万年。讲啥物？你永远过来变仙女。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情予你骗骗去。原来你是空嘴无舌，答着无得做离去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情予你骗骗去。原来你是空嘴无舌，答着无得做离去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人讲这心情含较开换，唔通太因想着会惊。有人情故意，定定嘛有人变卦，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？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。头我梦着的梦，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轻轻松松一生路途阮来行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。的欢喜有缘你作伴，要离开，笑笑阮无牵挂。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梦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谢谢怡君。